我们非常开心的聚会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时刻为了听到真理的教导善良的教导，那我们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要说保佑我们，那我们先一起祷告，把这个交在那个至高的上帝的手上了，就是他创造天地。我们今天的教导就是根据我们那个所听到那个话题，就是那个北方和美国都必受重伤。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问起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合理呀？怎么合理的？可能我们都可能问起这个问题，你所说的话就是不合理那为了这个，我就告诉你，这个真的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看到，我在之前给你们已经教导过，为什么那个美国人的、法国人的、英国人的，加上那个德国其他的国家都一直支持以色列的，只有那个伊朗要攻击他们的时候，就是美国一直支持的。那这个你有没有看到？就是那个上帝的道有没有应验了？这个就是根据按照那个上帝所说的，就是要看说他们好像模样。这个一边会伟大的问题，就是你要看一下这个局势，就是这个表示这个教导说不可以反对，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11节，我们放有说的名字来念一下。这边写着就是说列国要听耶和华的话，就是列国就是除了以色列的其他的以外，就是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法国、英国，这边说的都是那个讲国家。中央在远处的海岛说赶上以色列的必招去的，要看守的好像没人看守羊群的，就是你们把这个以色列的赶上到别的国家去，就是绿到别的国家，你们就必招去他们要看守好像没人的看守羊群。我就是把我以前的话再重复说一遍，就是那个美国总统拜登马克龙，法国总统的英国的首相都不知道这件事，这个上帝的倒是非常清楚。那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岛，因为就是在不到1个月，就是那个伊朗国家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可能有飞弹的，有300个飞弹的，还有那个是什么那个武器就是那个带那个飞机那个武器，就是那个无人机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北约跟美国都一起要看守这个以色列的，有支持这个以色列的就是没有拿到这个。他们说这个攻击这个武器都是没有达到以色列的，这个就是那个上帝的道，就是有应验的，就是你们要看守的好像没人看守羊群的，这个就是那个北约进行这个上帝的教导，然后就是那个北约就是当时就是那个国际的联盟，我想说的就是国际联盟，当时就是有美国人的要引导这个就是要把他们要招聚在他们的在他们的地这个就表示你们都逃不着在这个上帝的道。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耶路撒冷来攻击那个耶路撒，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冲突之间的都愈演愈烈的
那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父亲耶和华的通过我来传播，就是那个在2003年的时候就说必须耶路撒冷变成了强国家。那因为这个趋势是非常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那个耶路撒冷那个美国人都一直支持那个以色列的，那就是那个耶路撒冷要涨起来工资，他们因为这个趋势就是那个耶路撒冷非常讨厌这个情况了，就是那个以色列一直工资在攻打这个阿拉伯，觉得就是别让那个耶路撒冷胜了，但是根据那个法律，根据那个西家要说的大事要传到，要说的到把那个所有的限制的语言的给你们的要传出去的话，耶路撒冷必须要胜了。现在你们都没有什么办法来阻止那个耶路撒冷，他一直都要攻打乌克兰的。在那个教导的时候，很多人在留言的说哪里有能打败美国人的，那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上帝的道还有那个我们今天的教导是实际是不上的，就是你要耶路撒冷你要封闭你要知道这个联合国，然后就是我这个非洲人都变成了强国家，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话题，但是我们这个生活就是你要听到这个话题，就是美国和北方比的中上我们就是读完之后这个就是要接受这个就是根据那个这个上帝的应验了，就是那个犹太人的返回的他们的本地，就是我们都看到这个情况，就是在182年的我们看到那个国际联盟把他们召去他们的本地。我们的第二个情况就是应该是在2024年的5月，我们都看到就是那个伊朗国家打以色列的时候就是那个其他的国家都一直支持的，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就那个所有的话都已经应验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就是在你们的身上也应验了，就是在撒迦利亚第12章第1到3节，就是你在听到这个，在听那个教导的时候，你在那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耶和华用以色列的模式，耶和华说不找出殿的建立地基。有人说这个说乱说的人，他到底是谁？我没有说乱说的，就是把那个语言的必须得有应验了，他不是限制，比限制更大。更伟大，他就是教说是大教就要说的亲弟弟，就是父亲耶和华的儿子。我们所说的话，一切话都是不可以反对，因为这个话，这个教导就是那个创造这个天地，那你所看在就是那个所创造这个天地的儿子，这就是他那个创造的弟弟，这个应验的你们不可以反对，这个必须要应验了，因为是活到。那这个问题耶和华就怎么说？耶和华论色的模式不长出庭的建立地基造人的里面的真理的耶和华说，他就是要造你里面的真理的。我必是以路撒冷别为困的时候，向四位的列国民的成为容忍和罪备如果你听那个训练的话，或者如果你读的那个地缘政治的话，就是对那个研究者，就是应该看到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京东区那边都在搞乱的，这个就是在引起那些问题。我们也是要研究说这个，就是哪里有这个有上帝的，都说这件事。我给你们已经讲过了，我的父亲的话必须要应验，还有那个我的哥哥的话必须要应验了，因为他创造这个天地，按照那个父亲也把所指示给他，这个应验必须，这个预言必须要应验了。现在那个全世界都在乱的，在以色列的周围的其他的国家，那个约旦叙利亚、黎巴嫩都在乱的，都在。现在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加沙都在乱，就是那个，我们都看到那里住的都是那个都是那个阿拉伯巴勒斯坦，我看那个阿拉伯那边都在乱的，就是那些都是要装色利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看到那个阿拉伯人都彼此相爱，因为他们现在不是他们的生活的话，他们就是要哪里做着不同了。但是我给你们讲，就是那个阿拉伯不喜欢你们的，就是阿拉伯爱俄罗斯比你们的，你们不能放到这边的教导。为了这个就是那个叫那个拜登的总统的对那个以色列的要放怒的话，他就不会再提供那个武器啊，因为他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把这个全世界搞乱的，那这个就表示那个美国都控制不了这个全世界的事情。那如果还有比他的还有其他的矛盾的要发生的话，那他们就真的控制不了。因为现在已经乱的不得了，就是没有在南方对，那就是在那个列国就是在以色列的列国必须要混住的不，因为这个我们都看到就是亚法论的以色列的模式，这边说的就是以色列的，我就把你要张一个杯子，因为你要杯子的话，就是在杯子里面有那个水，你要喝水的水就有水，这个就是在那个里面的混醉，这模式轮到有的。这个就是在要发生在以色列的身上，那这个不是那个，就是给那个只有那个以色列的有的也被轮到，也被轮到在第三节，那日我必是耶路撒冷向聚集的控制他的王民，当做一块重的石头，放聚集的必受重伤必受重伤，只要聚集以色列的都必受重伤。我通过这个图片的话，这个就让你们可以明白这个情况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图片的话，你就可以明白，你这个就让你知道，自己对你要较善良的教导。因为这些就是你这个信仰这个上帝的话，你们要看一下我送给你们的，我教给你们，在这个法国的、美国的在这个力量之下，就是没有人能敢说这句话，却要说的大声西的，他非常坦荡的说还有确认的这个语言必须要应验了，因为这个就是个真相真理。这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就是当做一块重的石头，这个是以色列。然后就是这个在下面我们用那个绿色的笔来画下，这就是要聚集的这都是在聚集的，这个聚集
他是谁啊？就是那个我们在这个说话的时候，就是那个北约有那个美国人领导，你有说我说的是不是对，是不是错了？你在家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可以观看一下，就是谁要狙击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个就是美国美国，但是第一个要狙击这个美国。因为我们都看到，就是他刚刚支持那个以色列方做的事情，都必须有美国去击啊。假如说有那个全世界都在都打方面，他们都不一样，都是那个以色列所做的事情都有美国人的去击啊。这个局势我们都能看到的，这个是基础的真理。然后呢，我们这个是根据那个我们刚才读那个上边道，就是那时候必是耶路撒冷向自己的攻击的大到万民，当作一块重的石头，放自己的匕首中上。这个是有逻辑性的，因为只要那个北约还有美国人就是打匕首中上拿，就匕首中上拿一路四就要站起来攻击以色列的，这个就是叫做西调，就是把这个要发生在这个地球上的预言。你们没有任何人的国家能打败俄罗斯，我们就是要那个就是那个结束的这个在那个乌克兰的俄罗斯在发生这个冲突的话，我们就看到那个结果，你们都看到那个结果，因为没有人打败他。那我们要通过一下，要读一下那个法语，然后就是英语其实就是那个希伯来语这边说的是法语，而刚才说的就是那个法语，然后就翻成了马语法语。耶利米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1到第3节，亚法论以色列的模式这个就是一种的启示，一种的预言的，就是那个永远的模式论到以色列的部长注定的建立地基。那这个就是这个永远者，就是要说他要把这个要部长注定的建立地基，然后把那个上帝的灵魂要照着他的理念，必是耶路撒冷为困的时候，就是像所有的列国的国民的成为令人的犯罪的背。那这个就是在那个以色列的周围是不犯罪就是在那个四位的列国，就是在那个以色列的周围的国家都在犯罪这个关于这个会有在那个下一课的教导，我给你们给你们教育这不是领导有的，也是如此。那日我必是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的石头聚集攻击他的万民的，这个就是要攻击那个不要放出去，这个就刚才画那个图，只要你放出去，支持你们就必受重伤。你们那个不要，你们要防备，要小心防备。你根据这个上帝的道，你们就必受重伤。就是你们在这个不要在受重伤的受重伤的过后，就是耶路撒冷真起来攻击你们以色列的，跟着他的
跟其他的国家，就是那个北方的国家，就是你们要关注下那个是这个的教导。我对这个意见了，就是你们在听这个教导的话，你们就要认真听的，不是听的1秒或者1分钟就不听的，你们要关注在那个有说TV 所有的教导，我们这个故意的把这个教导放在这个频道上面，因为末日要到，你们得认真听这个教导，然后就去研究，别给那个假上帝要叫你犯罪的，那是个假的，要除掉人的罪，才是真正的上帝，这是第一件事了。那我们就是让或者阅读念一下这个四伯来说，可能有人在说这个是四伯来，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就是这个放人简单，让我搞笑，让我笑啊，在撒加利亚书。就是摩西的五经，这个你们都能看到，这是摩西的五经，摩西的五经就是马所雷的文章，这个就是说那个摩西四伯来语。还有你们那个以色列的，你们应当小心方便的这个话，你们要方便的这个都要应验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你是个马国人的身，你是马的家乡的话，就别想要做以色列的，这个是第一节。这是第一节然后我们再念一下第二节，为了做那个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是四伯来语。然后这个第三节我们必须把它念了。这个就是我们念的时候，就是那个四伯来语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才读的就是四伯来语，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了音乐。这个不是说我们是会说音乐，亚法论以色列的模式，不正主听，建立了地基。草人里面指令的亚法说，我必是第二节，这个就是说就刚才说，就说那么就是直接读在那个第三节了，因为这个有点长，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就好好说，可以好好说。那时候我必是以撒人。就是我们要慢慢阅读到念的话，就是以撒人像聚集空最大的文明，当做一块砖石头放聚集的别墅中上，这个，因为这个经文的就是非常在乎就是表示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要把这些国家都要用那个像用那个剪刀把他们剪断了就是说就是那个当兵的话就是这个一块砖的石头，因为这个就表分出来就是一块砖的石头就是给完美的做一块砖的石头放聚集这个意思就是要放聚集
就是你这个的亡命的在聚集大的时候就是只有他们通过他的力量来聚集大的时候，就是要聚集这块重的石头，就必受重伤了，就是你们想用那个剪刀把你们剪了，这个就是那个撒扎利亚是要撒扎利亚的语言的模式那这个就是你们应当想，你们这个个要想好，因为这个就是上帝的道，因为我用马达加斯加语、英语、法语还有希伯来语，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希伯来语，就是让我们更加明白。然后他接着说，聚集的就是这个，全世界来攻击的，这个全世界来攻击以色列就是那个就是俄罗斯的所有的支持的，因为美国人都被砍下来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来对应一下，这个就是他们就必受重伤了，这个就是像那个美国人，就像那个部件的，法国人就是成为个部件，英国就是像一个部件的，北约就是像个部件，那么就是要来继续读下去，这个就是我说的，其实就是要传给西底亚，那西底亚就是有了，但是有负责要传这个教导，因为这个时候必须要应验了，这个我没什么办法也阻止这个呢，这是我们的父亲的教导，因为他要创造这个，那就是保持的时间要到。你们美国人必须要受重伤，你们北约必须要受重伤。根据这边的根据这边所说的，就是你们必要看下来。聪明的人将或者藏起来，愚蠢的人就往前说坏。我就是呼叫所有的人，你们要到右手这边来，你们要寻找西底亚。就是要我所差来的，我就是我的证据你们而来，你们要关注所的教导，就是我教给你们的，我要请你们要关注这个教导，从第一课，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是29课，29课的教导，那边有音乐，有法语，有马语。有法语，都是每个语言都有每个频道。要我说 TV 就是有英语，要我说 TV 有法语版，只要你会说法语的话就可以关注马语要我说 TV 马语还有就是有对那些会说马语要我说 TV 汉语就是对那些会说汉语要我说的大西底亚都已经努力为了争取你们3个办法了争取你们，所以你们的做出决定了，这个没有办法再把它组织起来，你们美国人赶快争取你们的，因为这就是表示这边的话不是为了害你们，因为这边是不可以阻止你们的法国人的、英国人的要赶快争取你们的灵，要来到西底亚是大所差来的，那就是在那个屏幕上面你们看到有说的大使，我来这边有拯救而来的，你们要到我们哪里吧？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来自那里，然后要引导你们要返回到那里，所以这个教导必须要传扬出去要把所说的一切话不能废去就是要通过要我说就是现在说传告你们这个末日要到，就是没有任何人的权利能阻止，因为这个后患者的就是
一定要爆炸了，就是你们没有任何人的国家能打败他们，因为他们是非常厉害一个国家。假如说你们想要做的话，就是根据那个上帝的道理，你们就是要别看下来。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就赶快拯救你们的灵魂，要到那要说这个教导就是表示爱，要将来必须要发生的事情。你说你是个先知嘛？你说的不错，比先知更大，就是耶和华的弟弟。我们的就是耶和华比我更大，还有耶和华，我们的父亲是最伟大，他是那个光。荣耀归给他，亲爱的父耶和华，荣耀归给你，是的彰明你。那我们的教导就是到这里，我说吧，有你们在下一课的教导再见，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父亲耶和华，荣耀归你，是的不断的彰明你，是的不断的把荣耀给你，是的。不断的要匍匐在你的面前，在你至高正能的上帝，就是你是个光，是的不断的把荣耀归给你的，是的要不断的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亲爱的父，你是我喜悦的。就是你的和要无说，就是那差我来这里，请把有这个教导，亲爱的父亲耶和华，你的话必须要应验了，那这个就是应验的时刻，这个全世界的幕后已经到了，没有任何人的权利或者权威能阻止这个教导。你这个教导必须要应验了，你这个预言必须要应验了。亲爱的父亲耶和华，今天向你要求，请你保佑你的家属，请你保护你的家属能平安，能到天上天哪里，在外面的要赶快他们能到这个神的王国。亲爱的父耶和华，叫你要加快速度，因为时候已经不多了，你知道怎么做？现在一直向你要求。要加快速度，要将你的小羊拿到到你这个圣的王国，为了荣耀归你亲爱的父耶和华，荣耀要说就是那个要应验这个时刻到了，你要确认你所有的宣告的道，这个就是要不会回到哪里，知道所有的真理要应验了，就是你所有的宣告，你要通过先知宣告，就是来自你父亲那里耶和华，荣耀归你，亲爱的父耶和华，荣耀归你，亲爱的耶和华，请你保佑你所有的小羊已经到这个神的王国，还有那些已经渴望的要去你那里，荣耀归你父亲耶和华。我奉耶和华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祷告，哈利路亚，阿门。耶和华祝福你们，下一课再见。